故事啊，俾大家聽。我就係未先，未開咩名？OK， 嗰邊推講。我就係舊年14年就參加咗6月參加咗長生學嘅初中級班。去年我才參加長生學的課程。係得啦，繼續講，佢幫佢翻譯。初開業嗰陣時，我之所以參加長生學咧，係因為我有失眠嘅問題。咁我希望學咗之後可以改善失眠嘅問題。咁但係咧，我由第一日開業開始咧，我就周身唔舒服，又有啲頭痛，同埋瞓覺質素咧，相對嚟講仲差過之前。咁但係我6日都上晒堂啦。咁跟住之後接落嚟嗰2個幾月咧，我仍然堅持都照調整。咁但係咧，去到8月初，突然間有一日，我同朋友上瑜伽班嗰陣時咧，突然間暈倒。咁好彩咧，我有個朋友係學長生學㗎，佢係毛，咁咧佢即時就幫我做急救。咁好快咧我就醒翻，同埋咧救護車嚟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已經醒咗，同埋救護人員咧就話我好彩，因為咧我出事嗰陣時咧，有人幫我打911。因為咧啲咁突發嘅事件，有啲人咧可能得1個音嘅話咧，個結果可能完全唔一樣咯。咁後尾救護員車咗我去單灘嘅聖米高醫院，咁急症室醫生咧幫我照咗MRI、CT scan， 咁就證實咧我係腦出血引致嘅中風。咁呢個腦出血咧其實咧係冇病徵嘅。係因為我先天性嘅血管薄，所以引起嘅。咁如果佢係唔裂開嘅話咧，唔出血嘅話咧，可能到我百年歸老咧都冇事嘅。咁所以係冇得預防嘅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同我做咗個微創手術，修補咗個血管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入住咗 ICU 深切治療病房。咁喺嗰同時咧，就每一個禮拜咧。我長生學嘅朋友就嚟幫我做調整，每次調係邊個啊？唔怕講埋個名係啊。阿木喺度做緊翻譯嗰個。咁咧就係每個星期就嚟3、4日，每次1個鐘就幫我做調整。咁另外我自己咧喺病床嗰陣時咧就做有意識咁樣做蹲房。咁2個禮拜之後咧我就出院啦。咁但出院嗰陣時咧，我仍然有頭痛啦，雙重視力，雙重視斜視對焦問題、焦點問題，焦點問題同埋個記憶力咧就有少少慢。咁我問個醫生我隻眼幾時會好？咁醫生咧就話基本上咧因人而異，由幾個月至1年都有可能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翻到屋企就每日咧自己做調整，每日調3個半鐘頭。咁自己幫自己做。自己幫自己做。因為呢眼視的問題呢，他就每天呢自初己幫自己我調個頭咧就頭痛。開始我自己調眼咧就太陽穴痛。咁朋友阿毛提醒我就話不如你調下兩個頸嘅大動脈，同埋老師都有講過。咁調咗之後咧1、2日咧就的而且確改善咗啦。咁就再我調個頭咧冇再頭痛，調眼都冇再太陽穴痛。咁跟住我就整個頭咁調啦。咁每日都調3個鐘，咁4個禮拜之後咧4個星期以後冇頭痛啦。雙重視力冇咗啦。雙重的視力沒了。斜視冇咗啦。斜視也第5個禮拜咧就連對焦都冇埋啦。到了第5個星期，對焦的問題也沒了。聖米高醫院嘅眼科做檢查，到第8個星期我去那個醫院做那個咁跟住過咗1個月之後咧，我就再翻聖米高醫院就照 MRI， 就照下我腦。上次做咗微創手術，個傷口個穩定情況就完全冇變，非常之好。另外咧個腦部之前係慢咗啲嘅話咧，
再我翻去覆診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嘅反應已經係有進步啦，進展咗好多啦。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，咁其實我之前之所以學長生學，係因為我有失眠嘅問題。咁經過呢件事之後咧，我失眠咧已經改善咗啦，已經冇問題啦。之前咧人瞓覺嗰陣時咧，我就坐喺度，即係好無奈，我唔瞓得喎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冇問題啦。我應該瞓覺時間咧，我可以瞓覺啦。咁既然呢兩樣嘢我都搞掂咗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就再調埋我鼻敏感。咁我利用咧，因為我隻眼好翻啦，我再用翻4個鐘頭時間去調我鼻同埋C5啊、肺啊、氣管啊所有啦。然之後我調咗，我之所以要鼻敏感咧，就係我對冷空氣有敏感，同埋塵埃。咁當我成日去打詞，一打詞咧，就啲鼻水係直流嘅，不受控制啊。咁最差嗰陣時咧，就要噴藥啦，梗係。咁但係咧，到後期最差嗰陣時，連噴藥咧都唔係控制得好好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用長生學嚟幫我自己調整。咁我用咗6個月時間。咁就每日4個鐘，分2個時間。可能你覺得4個鐘好似好長咁，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個健康就我嘅全部嘅話咧，呢4個鐘咧對我嚟講咧就即係唔係你哋講咁咯。咁所以咧調咗6個月之後咧，雖然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辛苦嘅，嗰個好轉反應咧有高有低，其實有時係難受嘅。不過跨過咗嗰個好轉反應之後咧，咁時間我就好翻晒啦。再乜事都冇，而家已經好少打，就算偶然有嘅話咧，都已經係乜事都冇任何反應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覺得咧，其實呢個長生學咧就真係好好嘅。我哋要多謝老師，係多謝咁另外咧，我仲要多謝我自己喎，因為我學咗長生學，我先會第一時間幫自己調整。咁所以咧，你哋有緣既然嚟到學到長生學嘅話，希望你大家好好珍惜咯。有朝一日可能你哋都有不一樣嘅體會嘅。多謝大家。阿 Mary， 你知唔知道咧？你呢個多謝嘅人裏邊咧，仲要多謝一個幕後英雄，啲經黐啊。邊個？阿 Kitty 啊。哦，阿 Kitty， 你知唔知阿毛咧一路幫你嘅時候咧，阿毛都好迷茫啊。哦。係啊，你一陣又得，一陣又唔得，一陣又高，一陣又低。佢唔知㗎嘛。係啊，咁所以大家唔知，大家學習咯。所以阿毛咧就一路跟到阿 Kitty 鼓勵佢。咁佢人哋鼓勵你，咁樣嘅。講個秘密嚟嘅。多謝。